咱个来看 INDB 诈骗案哦，赚超过90亿。台北地方法院今仔提审被告张淑芬，予伊伫法庭哦签授权的文件，委托处理公司报税租约等代志。有10外个自救会成员嘛伫法庭旁听，后来哦嘛伫法院的外口抗议，因要求检方要彻底追查金流，甲不法的所得拢留倒来。在庭听完了后，行出法院集合，自救会成员门外举牌抗议。为着 IMB 吸收资金诈骗案，经过检方起诉了后，台北地方法院12召开调查庭，提审在押被告张淑芬到庭。我们被害人名单遗漏的非常严重，包括是我也没有再列入被害者名单里面。我们怀疑很多人替他们藏匿金流，这些共犯家属可以直接轻而易举拿出上百万的交保金。10外个被害人关心案件进度，总共唔免出席，也是亲身走一撮，因为辛苦钱、投资假借款全部拢去了了。IMB 自救会搁较不满上千个被害人损失超过90亿，批评检方金流无铁查，连前立委黄国昌嘛来声援。完全没有看到针对宜兰礁溪的案子有任何起诉的犯罪事实，要等到什么时候？要等到那些不法所得没有办法追回来了，才要另外侦办吗？这届张淑芬到庭，伫庭上签署11张授权文件，包括所属的传承建设等事业，委托由伊的媒婿处理报税租约这事项。开庭短短较无半点钟，合议庭嘛预伫11月10日会阁开庭审理，到时阵予伊进行诉讼答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